你记住吧，那帮钱，看到身边这样，把人民都这个，身边这样，俺马里边我们这俺连年去，俺西边这样嘛，经济，用俺到处管，赶紧就是玩一张，看到身边这样，把人民都用俺去世呗，我姐姐。我进东华的，对东华的，乔瓦不行进东华，兄弟团长来吧，哪儿的？俺东华的谁来这玩意吧，是吧？去年最近一季度干来往的，看到谁来这样，把人们都东华去谁来？现在的，我是住在这里小了，老子进来去年嘛了，我怎么一个？今年最近一季度刚来往的，看到谁来这样，把人们都东华去谁？多少个了？出去扎心，原来出去2天送，住在街上迷蒙一种，来的家长做下心是我的，迷蒙会，这往都计划的，迷蒙不把家长计划了，希望家长他家你们把家长计划的超越清楚的吧？你记住吧，看到谁在把人民这个多少看了，不仅担心，演了出去演走，住在街上的毛一路，来人家着他担心，把人民是东华民国今年这在真的，今年他今年是说，就像是看那个大瓦中国话了，设计两批是吧？设计两批是吧？是吧？是这么一个设计担心，原来就是说，我爸爸的东西，原来他这些不错，原来是说，原来那些设计，原来是说，这是特别多，知道就以前这谁干了，钱就算是钱吧。大人民是讲说，前两自己数个月3两3，这晚上的，让多人买了毛病，把咱这10万一张，大人民是讲这样的，是我的我像这样的，是他的，我这点实际是说，这晚上，这个大人，这我可以说大家吧。我店里感觉这点经济，谁干了，这是人家的。我这里，大人就这点经济，前两年设计，大人这么明白他算谁个了？这把你之前都不愿了的，让多今年70万多块钱的，拿很多这些明白，写着让多今年把他这把啥？现在跟那我结果一个现在，大人民是这样的，这个经济前两年设计，大人这么明白啥呢？刚才咱们是有到位，我这不会让我是说我这么明白啥呢？这边就是在刚才，发生，这边来了，说的就是把这个搬来的了嘛，他搬了嘛，让多天的7吧，7人7吧，在那里，让多天的7的话，那些矿都起来是吧？大人都没有，这件事情前两件事情，大人都没明白啥呢？刚才在这输入到完了，我这高人让我咋不说？我这高人让我咋不说？看得到我的吧嘛，就是这我这样了。找我当家亲戚，输入贴上到了这吧，看得到我这吧嘛。贴到这70万多吧，让这看小我的嘛，钱了，这吧嘛。
아니라 대략적인 치료하다. 다리 등을 가다가 어제까지 가졌다고 내가 전세 치료가 되나요? 공부자한테 태백 관련 따라서 이제 제가 무슨 저 사진이 아니면 되게 아니 계속되고 와서 어제 아니 이번 가서 이제 가서 그러면 더 와서 여기 가다에서 어디가 와서 저서도 그냥 공부자 그러면 관련 따라서 제가 공부자비야 이게 쓰는 거서서 내가 나야 이것은 좀 이제 세계가 이제 제가라서 이게 무슨 거다 그래서 다들 시집하고 왔죠. 어디서 아니라 그래서 저 내가 나야 이것은 세계 좀 아주지 아니 그걸로 제가 직장이고 이거다 하셔라 내가 제가 아니 yani 지지자가 차차고 저는 부채자 어디서 말할까 아니 이제는 뭐 알아봤다 나디스 어디서 알아봤다 나디스 알아봤다 나디스 아니 너무 저기 대단히 저는 나서 알아봤다 나디 알아봤다 나디 알아봤다 나디 tadi jangan sesuatu, barang-barang nanti
吧？我那个的没唱过呢，你看都是咱们干了，按照电视上那个从头说过，错一看路，老在车上的那个的主任，确实挺钱有啊人的，电视上的看的，现在我那是说，俺就老在读呢，老在读那老年人还在去打桥的，我老在去那老早也在中国人，班主也在中国人的，老年人还在去的，俺就讲，那个在咱这个呢，在广南这送钱去，广南这老在主任就那嘛的，是吧？也是这样，这个钱嘛，我今天这是路外主任请我嘛的。俺们这边我就价钱比较简单，你那个了，俺的如果给几个钱，俺这在周边了上出去了，就看不看到嘛钱，俺的老在这有钱，俺的老在这就是嘛钱了，俺的老在那了，俺的告诉我的，天天的学习国家嘛也嘛，马上就听我嘛也的，俺的老在都是钱的。俺的那些老早钱，我这刚刚钱上我是永远不知道了。俺的把钱是给钱，就拿钱给这钱的，是吧？俺的在老早的，给老张去年干了呀，对着咱大的干好大的做干，嘛带着嘛看图不去，老早钱。天天呀，今天拿出来钱，应该现在拿来出来的嘛都是钱，这些个，他说的推荐批数上面要不收钱，俺那今年推荐没做的去，这个年嘛也不当，长嘛了，俺就是要不事情，俺告诉的，那边人呀，就肯定吃了嘛，就把钱，俺那告诉的，钞票进来把把钱从这抽钱，不用给我自己做的，老在家也当，我这里请我那三个呀，他是请我的，咱这他家请我的是吧？考电视考完了是，俺的他家都给我的，电视是请我的，这一天呢。别让我现在去穷钱，呀，本地人，俺的广大人呢，别在对就是啥，别在对的，俺这别在工资钱的，广大人就讲了呀，那边这样了呀，俺的这把钱的，我就是咱们就别，现在吃饭要跟着就得来，要不去穷人，他们就讲了呀，咱不就得。赔钱，讲我过去的搞了就是那，俺的要这样我休息从下之前呢，搞了些了拿钱，这个钱从我的，是吧？我这里从我这里在这把头打，老板没什么穷钱，要不穷钱，他在厂房里，俺的这个人我就做，让这个好多活动来解决了，俺的穷钱么？解决你的社会，俺的追求的社会，在这工资钱上，是吧？俺的前几年咱还看到，我这会才说了，那些英国的时候，工资钱的这个，是吧？如果需钱，我这个钱现在就那多，那么我的很多人那样拿钱，给拿呢，工资要不要紧？那些英国的这把这些建筑你这种，老来也不用来这个钱，也不去用哎，这个天上了，他谁也不拿着拿谁，我他拿没人的，我早的那个，就干了看过来的，早可能嘛赚钱就算了，俺这第一个呢，这我都是带钱，俺这农民人他不喜欢这回来。这个厂房的这个呢，我是工资不多了，就点钱，是吧？看特别是那个在拿出来这个，俺的我告诉人，
아니 저거한테 같이 돌아요. 다다 미야 타세요.很多人被这觉得就是了，俺那这边的出国去钱那个话的这样不知道是哪种的，他肯定是是吧？咱小不看学这不就是吧？学这不就，俺那样现在就完了，俺们还在这干了，现在就吃饭的那俺那吃饭的哪学？俺们还在有钱。我那儿人大三大钱，就这个，俺家就这个说是千块钱，俺这样吃过的单位那样，吃过这个当1000块钱，这1000块钱，俺这人可以那样，吃过这个单位呢，说是伸手看一过的，俺这拿来去到市场，俺买给了人家给是吧？我之前俺家不到8大钱，他拿去办的。要我休息我的，他说满钱，我把他钱慢慢的给写的就把现在他给入住的就是钱上钱，给写的当，老么就这你把那钱这家把那钱干了，俺钱去给他这我是这给这里，俺这钱就是要钱上学钱。俺呢，老大把人家全部这样，我去当差事钱，俺呢快运的人嘛赔钱，快运的人嘛让给媳妇说了是吧？我怎么买个？俺呢这的怎么赔钱？我天天这的说呢，俺呢我呢看见电话里他都说是吧？俺呢这晚上我呢要点啥了？干来讲起来干了，妈妈里呢，我这里有我的老王嘛，我扣钱你不是要过的，是吧？我这有我的老王是这里办的呀，俺那我这提钱你叫我这提钱都是要过的，那第三个我这钱要过了，我这个应该呀，光钱，俺这也是让老年出去的人。写个笔书上嘛的，我听说了老年钱，俺这老年家里，俺这个写字的当，我他妈就这里写的还有点嘛赔钱，我呢还有点看到有个穷人我的现在按过来了，他这样别没事呀，我就按照他就那了。小进度啊，那个颜色是哪些钱的？按照咱看不成我就说，农业讲的就是把入钱，其实根本那样嘛拖钱，俺这胸前我就是要个大钱，俺这马上就是我把人比一些手指头那怎么了？香港要个钱是吧？我那没事我要我清楚啊，我这里往前去，俺那地方嘛，老边这边给写的当然嘛，还有人赔钱，还有人看多呀，我就兄弟，俺这看过那么多我去给电话打电话，俺这把上万年的，我这里就说呢，俺这前两天我是说的，给讲那里。我呀，我去写钱，是吧？写他写呢，俺这强人呢，叫我去哪写，俺这写，是吧？当然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俺这养鸡的人经常是7万元来了，是吧？7万看这个，是吧？经常是什么时候看这个？7万元，咱没7万块钱。咱这没人，他们不当把他吃是吧？俺这去办俺这做过的，我说这大人说错了嘛去吧。当然，俺这穷，两个人把中国话前面点名解释呀，所以俺这老就是一个家里听见抗击错了，譬如说话越话的错了嘛说话，我听。说可以，是不是借鉴？
我也不去用，但我听说别说现在也不去用，这当然，感觉讲完了就是记录这种工作钱，我记录这个回答把大钱，你做啥个做这个爬树，老是讲这些的，老年人也不去嘞，要古嘛钱，真的，你这这当也不去用，这当然，俺这个上面我写了那些。我听得起，你